漫画阿 Q 正传。丰子恺序言。阿 Q 正传故事的背景应该是在绍兴。绍兴离我的家乡崇德200-300里，我只经过绍兴1-2次，根本不熟悉绍兴，所以漫画里面的背景，有的是我根据小时候在崇德看过的，有的是根据我自己主观的想象，并没有加以考据。画稿完成后，我特别请几位绍兴的朋友检查一下，经过他们的指教改了几个地方，不过并没有完全按照绍兴的背景，因为这些绍兴的朋友说鲁迅先生故事里所写的也未必全是绍兴所有的，例如押送犯人到法场可坐数人没有车棚的车子，绍兴并无此物，绍兴死刑犯一向是用黄包车载送法场的，所以可知这本小说并未限定是单一个地方的写实，正如阿 Q 像是吉人间像之大成一样。然则这本漫画但求能表现阿 Q 像，背景写不写实似乎并无大碍。阿 Q 正传虽极流行，但未曾读过的也不乏其人，为这些读者打算，我特地节选鲁迅先生原文的梗概作为漫画的说明，割裂之处以删节号表示。阿 Q 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的来历也很渺茫。阿 Q 没有家，住在魏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他有时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工作一完就走了，所以人家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 Q 来，空闲了就忘了这个人了。只是有一回，有一个老头子称赞说阿 Q 真能做，这时阿 Q 光着上半身，懒洋洋瘦巴巴地站在他面前，别人也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然而阿 Q 很喜欢。阿 Q 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长过的拉力头，头皮上有好几块地方是秃的，因此他既会说赖以及一切发音接近赖的字，后来推而广之，光也会，亮也会，再后来连灯烛都会了。一有人犯会，不问有心还是无意，阿 Q 便全巴通红地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嘴笨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么回事，总还是阿 Q 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地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谁知道阿 Q 采用怒目主义之后，魏庄的闲人们便越喜欢开他玩笑，一见面他们便假作吃惊地说，哦，亮起来了。阿 Q 照例地发了怒，他怒目而视了，原来有没有灯在这里，他们并不怕。闲人还不放过他，于是终而至于打。阿 Q 在形势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墙壁上碰了4-5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地得胜地走了。阿 Q 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地得胜地走了。阿 Q 想在心里的，后来每每说出口来，所以凡是和阿 Q 开玩笑的人们几乎全知道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此后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人就先一步对他说，阿 Q， 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阿 Q 2只手护着自己的辫子根，歪着头说道，打虫子好不好？我是虫子还不放吗？假使有钱，他便去赌钱压牌宝，一堆人蹲在地面上，阿 Q 汗流满面的夹在这中间，声音他最响，青龙400。嗨，开啦！庄家揭开匣子盖，也是汗流满面的叫，天门啦，叫回啦，人和穿堂在那里啦，阿 Q 的铜钱拿过来，穿堂100、150。阿 Q 的钱便这样渐渐地输给别个汗流满面的人，他终于只好挤出人堆，站在后面看，替别人着急，一直到散场，然后恋恋不舍地回到土谷祠，第二天肿着眼睛去工作。阿 Q 几乎赢了一回，不幸最后还是失败了。这是魏庄赛神的晚上，这晚上照例有一台戏，戏台左近
也照例有许多的赌摊。做戏的锣鼓在阿 Q 耳朵里仿佛在10里之外，他只听到庄家的叫声。他赢了又赢，铜钱变成角羊，角羊变成大羊，一个大羊又成了一叠大羊。他兴高采烈的非常，天门两块。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他才爬起来，赌摊不见了，人也不见了，身上有几处似乎很有些痛，似乎是挨了几拳几脚似的。几个人惊讶地对着他看，他失魂落魄地走回土谷祠，定一定神，才知道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就算说是被儿子拿去了吧，总还是呼呼不乐，说自己是虫子吧，也还是呼呼不乐。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举起右手，用力地在自己脸上连打了2个嘴巴，热辣辣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自己打的是另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人一般。虽然还有些热辣辣，他心满意足地得胜地躺下了，睡着了。阿 Q 虽然常常战过优胜，却直到被赵太爷打了他嘴巴之后，这才出了名。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考中了秀才的时候，锣声当当的报喜到村里来。阿 Q 正喝了2碗黄酒，便手舞足蹈地说，这于他也很光彩，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3倍呢。这个时候几个在旁边听到的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劲了。哪知道第2天地保便叫阿 Q 到赵太爷家里去。赵太爷一见，满脸通红，喝道，阿 Q， 你这混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吗？阿 Q 不开口。赵太爷越看越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吗？阿 Q 还是不开口，却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有一年春天，一天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在墙根的阳光下看见王胡在那里光着身体捉狮子，他忽然觉得身上也痒起来了。这王胡又赖又胡，别人都叫他王赖胡，阿 Q 却故意删去了一个赖字，表示非常藐视他。阿 Q 的意思，以为赖是不足为奇的，只有这一脸络腮胡子实在太新奇，令人看不上眼。他于是挨着王胡并排坐下去了。如果是别的闲人们，阿 Q 本不敢大意坐下去，但这王胡旁边，他有什么好怕的呢？老实说，他肯坐下去，简直还是抬举他。阿 Q 也脱下破夹袄来翻检了一回，不知道是因为刚洗过呢，还是因为粗心，花了许多功夫，只捉到3、4个。他看那王胡却是一个又一个，2个又3个，只放在嘴里哔哔啵啵的响。阿 Q 最初是失望，后来却不平了，看不上眼的王胡尚且那么多，自己倒反而这样少，这是怎样的大失体统的事啊！他很想找1、2个大的，然而竟没有，好容易才捉到一个中的，恨恨地塞在后嘴唇里，狠命一咬，噼的一声，又不及王胡的响。他的赖疮疤快通红了，将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说，这毛虫！赖皮狗，你骂谁？王胡轻蔑地抬起眼来说，谁认便骂谁。他站起来，2手叉腰说，你的骨头痒了吗？王胡也站起来，披上衣服说。阿 Q 以为他要逃了，抢上去就是一拳，这拳头还没打到王胡身上，已经被他抓住了，只一拉，阿 Q 踉踉跄跄地跌进前去，立刻被王胡抓住了辫子，要拖到墙上照例去碰头。君子动口不动手，阿 Q 歪着头说。王胡似乎不是君子，并不理会，一连给他碰了5下，又用力一推，阿 Q 跌出6尺多远。王胡这才满足地走了。